該晒。咁跟住咧，我請奧雅納公司嘅 Teresa 咧，為大家做一個更加詳細嘅簡報。係就多謝主持，同埋再次多謝各位嚟參與啦。咁我而家咧呢個簡報咧，最主要就係針對翻今日嘅議題。今日嘅議題咧就係講房屋同埋發展嘅需要嘅。咁就個簡報就未見，所以而家去睇下先嚇。咁就麻麻同事先。咁就今日啦，頭先其實大家都睇過短片㗎啦。就嗱，首先咧第一樣嘢咧，我想講咧就係房屋同埋發展香港而家嘅需要啦，同埋香港未來嘅需要。而第二樣嘢咧就係而家究竟香港個土地供應個方案嘅情況。我想問下唔知嗰邊聽唔聽得清楚？好，咁就睇翻啦喺短片都有介紹㗎啦。香港咧而家咧嗰個需要咧，其實最主要係有3大方面嘅。咁一個咧就係個人口嘅增長啦。咁隨住人口嘅增長咧，咁除咗係話房屋嗰邊咧就係有需要之外咧，仲有佢嘅附屬嘅配套設施啦、社區設施咧等等咧都係需要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嗰個經濟發展啦。咁另外咧第三個咧就係市民對於呢個生活質素嗰個訴求嗰個提高，咁亦都係咧呢個係香港而家嘅需要。咁我哋睇翻啦。香港咧就喺2039年咧，將會嘅人口咧係達到390萬人。咁而呢一個隨住呢個人口嘅增長咧，佢個房屋嗰個住戶需求咧，咁咧就係唔好意思，係就2039年咧係有890萬人嘅。咁咧就佢嗰個住戶嗰個增長咧就係有呢個300萬嘅戶。咁另外咧就係嗰個經濟嘅發展啦。咁而家咧香港咧除咗咧係依靠嗰4大支柱嘅行業啦，咁一直咧都係為香港提供咗好多經濟嘅發展啦，同埋咧呢個就業嘅機會之外咧，咁其實咧政府咧而家亦都積極鼓勵緊咧嗰6大嘅產業嘅。咁呢個咧6大產業咧係包括咧醫療啦、環保啦、旅遊啦、檢測啦、教育啦、創新科技啦，同埋文化創意產業等等嘅。咁第3個因素咧，就係市民咧對於個生活質素嘅提升啦。咁而家咧啲市民大眾咧，其實咧佢期望咧佢個生活環境咧可以咧有更大嘅一個開放空間啦、綠化嘅地方啦，同埋咧佢哋亦都係更加注重咗呢個文物啦，同埋咧呢個即係嗰個自然景觀個保護咯。咁所以咧，呢啲咧亦都咧係對呢個土地嗰個需求咧，亦都係增加咗嘅。咁尤其是咧自從沙士之後咧，咁喺香港嚟講咧，亦都係咧做咗更加多嘅措施咧，係希望咧係即係減低嗰個住屋嗰個密度嘅。咁就譬如咧一啲建築物啊，有多啲嘅間距啊，有多啲嘅開放空間等等咧，亦都係咧呢啲措施咧就係同埋嗰個幫助個空氣流通呢啲措施咧，亦都咧係陸續咁樣實行緊嘅。咁呢啲咧措施咧，亦都係喺某方面咧嚟講咧，都係會增加咗咧土地嗰個需求嗰個壓力嘅。咁我哋睇翻咧，而家香港嗰個市區嗰個居住密度係點樣樣啦？呢一個表咧，呢個研究報告咧，就係即係冇中文啦，就係一個 Hong Kong Urban Age Conference， 就啱啱喺今年嘅11月16號至17號咧，咁佢咧就係嚟咗香港咧，就做咗一個研討會嘅。咁呢個 Hong Kong Age Conference 咧，其實就已經係自從2005年開始咧，佢就針對咧一啲世界上咧一啲比較居住密度高嘅城市咧，去做咗一啲研究嘅。咁就係睇到咧喺呢度睇到咧就細少少啦。咁你會見到咧呢個係香港嚟㗎。咁咧就香港咧佢而家喺全球嘅城市嘅密度啦，咁就係每1平方公里咧就係有11萬嘅人。咁就佢係僅次於全球第1嘅孟買啦。咁佢就喺1平方公里咧，佢係有12萬人嘅。咁大家可以睇到啦，呢9個主要城市咧，倫敦咧，佢嗰個人口密度咧就係每1平方公里咧，只係得17,000人嘅啫。咁就係比香港咧係低好多倍嘅。
咁除咗就係所講嗰3個因素係會需要到呢個土地供應之外咧，咁就係我哋都要面對一個需求唔確定呢個因素。喺呢個人口方面啦，咁我哋就嗰個人口個增長同埋個預測咧，亦都咧係存在一啲唔確定嘅因素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話市民對生活質素嘅期望同埋訴求咧，係會因應經濟發展同埋佢哋自己嗰個願望咧，亦都係會有所轉變嘅。再加上咧個經濟發展啦，尤其是咧就係頭先剛剛所講嘅6大嘅產業啦，究竟佢幾時係會突然間係會有一啲好嘅經濟發展嘅機遇咧嚟到咧，咁亦都係咧唔可以話有一個好準確嘅預測嘅，就係因為有咁多唔能夠預測嘅因素咧，咁所以咧我哋咧亦都係好需要咧有一個好嘅房屋嘅土地嘅供應嘅組合咧，先至可以咧滿足到咧因應唔同需要所帶嚟嘅土地嘅需求嘅壓力嘅。咁我哋就可以睇下啦，而家現時咧嘅土地供應嘅方案，現時土地供應方案咧最主要係有6種嘅。咁第一種咧就係重建啦。咁重建咧，而家咧就香港咧就係有呢個土地市建局啦，就係 URA（Urban Renewal Authority）。咁其實咧，自從佢成立咗之後咧，佢咧亦都咧係做好多呢個市區重建嘅工作，直至2011年10月為止咧，市建局咧已經展開咗咧40個重建嘅項目，同埋4個保育同埋活化嘅項目嘅。咁佢咧亦都係咧好積極咁樣咧，佢咧就係雖然咧佢哋好積極咁做重建工作啦，但係咧你會睇到咧，一般嚟講咧，佢哋做重建嘅項目咧係要需要咧16至18個月咧，先至可以完成咧重建所需要嘅規劃程序嘅。咁再加上咧收購同埋收地咧，就需要咧大概36個月。咁所以咧，佢平均咧每一個項目咧係需要7至8年咧先至能夠完成，而咧可以推出咧呢個市場嗰度發展嘅。咁就咧喺未來5年咧，咁咧就其實市建局咧仍然咧係會咧進行呢個市區嘅重建工作嘅。咁佢咧就係合共咧係會提供咧約1500個住宅嘅單位嘅。咁當中咧係有900個咧係中小型嘅單位。咁我哋再睇落去咧，其實咧為咗加快呢個重建嘅速度咧，其實咧嗰個土地嗰個強制性嘅收呢個叫做 Land Resumption Ordinance 啦，即係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嘅呢一個條例咧，就已經咧係將嗰個強制性售賣嘅申請門檻咧，就係由90成咧係降到8成嘅。咁希望咧，亦都係可以藉此咧，就係加快咧呢個重建嘅速度嘅。咁我哋可以咧再睇到一啲數據啦。咁就喺2009年4月至到2010年3月嘅申請強制售賣嘅個案咧，係有7宗嘅。咁而喺2010年咧4月至到2011年3月咧嘅申請數目咧就係32宗。咁用呢一個方法咧去攞嗰啲地咧去做市區重建咧，咁就係由市場去做主導嘅。咁亦都可以睇到咧，而家咧嗰個市區重建嘅有幾個項目喺度進行緊啦，包括啦觀塘啦、美東街啦、荃灣啦，同埋咧就係堅尼地城啊，同埋咧就係亞皆老街等等呢啲項目咧都喺度重建。咁佢咧亦都係咧為市場咧提供咗咧一定數量嘅住宅嘅單位嘅。咁雖然咧市區重建咧係一種方法啦，咁佢都係面對一個挑戰嘅。咁就係因為咧呢啲市區嘅單位啦，而家咧就多數都係一啲私人嘅物業啦，咁都係私人業主所擁有嘅。咁所以咧佢嘅發展咧亦都係為私人市場為主導嘅。咁所以咧呢個方法嘅供應土地嘅時間表啦，或者佢嘅供應嘅數量咧，咁都係比較難預測嘅。咁我哋再睇下第二個土地供應嘅方案啦。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更改土地嘅用途嘅方法。咁喺過去10年咧，咁就有大概394公頃，原本咧係規劃咗做綠化地帶啦、房屋農業地帶啦、保育地帶啦、
休憩用地啦、工業地帶同埋政府機構或者社區嘅呢一啲咁嘅土地咧，係改劃咗成為商業住宅同埋鄉村房屋嘅發展。咁當中咧，亦都牽涉到咧136份咧分區計劃大綱圖嘅修訂嘅。但係咧，改變土劃嘅用途咧，必須係遵守呢個法定嘅規劃程序啦。改劃咗嘅土地咧，亦都可能咧先牽涉到一啲私人嘅業權嘅。咁所以咧，實際佢能夠改劃到嗰個地方嘅大細啦，或者咧佢嗰個即係事情啦、發展嘅事情咧，都係要視乎咧市場嘅去決定嘅。而事實上咧，喺特首嘅施政報告嗰度咧，亦都有提出咗咧，就係釋放咧一啲大概60公頃嘅工業用地啦，50公頃嘅綠化地帶啦，咁同埋咧150公頃嘅農地咧，係改為咧呢個房屋發展嘅同埋其他嘅用途嘅。咁亦都咧係會檢討翻咧政府機構或者係社區嘅用地啦。咁咧就希望咧就將呢啲而家未被善用嘅土地咧，可以咧被善用翻嘅。咁同頭先社區重建一樣啦，呢啲更改土地咧，除咗牽涉到咧一個私人業權嗰個問題之外咧，咁仲會咧牽涉到咧一個政府嘅一啲唔同嘅部門嘅一啲審批程序啦。咁所以咧，佢嗰個發展或者係能夠更改土地個用途咧，咁嗰個時程咧就係會更加長嘅。咁所以咧，佢咧嗰個時間咧就更加難掌握嘅。咁另外一個途徑咧，第三個途徑咧就可以係透過咧利用前嘅石礦場啦。咁呢個前嘅石礦場咧，其實我哋而家可以睇到咧，就有4個啦，包括咧就係茶果嶺嘅前石礦場啦、石澳啦、南丫島同埋安達臣道嘅。咁安達臣道嗰個石礦場咧就除咗石澳嗰個石礦場之外咧，其他嗰啲石礦場咧都係規劃做咧一個房屋嘅發展嘅。咁亦都咧係有一部分嘅石礦場咧，而家咧都係進行緊一個規劃嘅研究嘅。